I must be dreaming， 來兩杯脫脂咖啡，嚟細聽哪裏最多趣味，來讓我帶着你找最美味，哪裏把味會知，將高潮生活給你。生而好學，開卷快樂。生而好學，開卷快樂。新鮮出版的週刊，太多激爆的炒作，要令到大眾都開卷快樂。歡迎收聽高潮生活，我係曉慧。喺中國咧，一眾嘅運動品牌當中咧，丁世忠佢所揸 fit 嘅安踏咧，無疑係最搶眼嘅一個。憑借住佢一系列嘅併購操作，成為咗繼 Nike、Adidas 之後全球第3家咧邁入到1000億俱樂部嘅體育用品集團。不過喺資本市場長壽事務嘅安踏咧，今次就俾佢哋自己屋企入邊嘅細佬一個煙花咧，直接就搞到冇晒聲。面對住媒體一再追問，面對住網民嘅口誅筆伐，安踏呢到而家係冇俾出官方嘅回應嘅。我哋先簡單回顧下件事先啦。9月19號啊，知名嘅戶外品牌始祖鳥聯合咗煙花藝術家蔡國強呢，喺喜馬拉雅山脈搞咗一個名叫做星龍嘅煙花表演。類似嘅呢種花式營銷呢，喺戶外品牌行業呢，一啲都唔少見。喺10年前啊，孟馬象為咗要致敬150年前人類第一次攀登馬特洪峰，喺阿爾卑斯山脊用咗無污染嘅頭燈點着咗燈光火龍。而始祖鳥咧，每一年咧都會喺全球一啲極具標誌性嘅高山啊，一啲嘅景點去搞好多嘅活動，例如喺法國嘅夏慕尼啦、奧地利聖安東啦，仲有加拿大 BC 省嘅惠斯勒啦。不過今次大家估唔到嘅係始祖鳥咧，今次你真噶啦噃，用真係睇到嘅燒着嘅煙花去替代咗燈光，而且仲會喺生態環境脆弱嘅喜馬拉雅山。早前始祖鳥咧，對於呢單嘢咧，亦都一再出嚟解釋解話，就話今次煙花活動上嘅材料咧都係無害嘅，用嘅都係生物可降解材料，污染排放物符合環保標準嘅。不過後嚟咧，隨住大家咧就越噴又越激啊，咁佢相繼咧就喺 Instagram 啦，同埋中國嘅微博咧就發聲明啦。咁始祖鳥喺微博上面回應就話，對於藝術表達嘅邊界評估，佢哋需要更加專業；對於自然嘅敬畏咧，佢哋需要更加謙卑，並且承諾咧喺政府監督之下，佢哋會配合咧去複核呢個項目嘅生態影響，並且會邀請第三方咧去評估，並且依照出嚟嘅結果咧去進行補救。而海外平台咧咁啊，更加似係好似將個鑊咧掟咗俾喺中國嘅團隊，咁喺 Instagram 上邊嘅聲明就話佢哋正在直接同呢個涉事嘅藝術家同埋中國嘅團隊進行溝通，並且會改變佢哋嘅工作方式，確保同類事件唔再發生啦。咁啊，網民呢當然就唔會輕易去放過佢啦。之後就將個矛頭咧直接指向咗始祖鳥幕後嘅操盤手安踏，希望安踏咧出嚟俾個解釋。咁相較媒體同埋公眾嘅問責咧，安踏就更加緊張嘅係喺股票上面嘅價格啊！第一時間就出嚟真金白銀去安撫市場。喺9月22號，港股安踏體育股開盤嘅時候大跌，跌幅一度係超過7%嘅，而佢嘅市值咧比起佢頭一日嘅交易日咧係蒸發咗超過100億。不過之後就明顯咧有資金喺度護盤啦，跌幅就逐步收窄。截至到22號當日收盤咧，股價就收跌係2.22%。喺當晚咧22號晚黑啦，安踏體育咧喺港交所公告，佢哋會喺22號回購212萬股公司嘅股份，回購價格咧係大概92.7至到95.1毫半港元之間，耗資1.99億港元。而第二日嘅23號，安踏體育早盤股價有個短線嘅拉升，之後就回落。喺當日收盤，股價跌幅就係0.95%，報93.7毫半港元一股，對應總市值係2632億港元嘅。
而始祖鳥佢哋品牌所屬喺華爾街呢度嘅紐約證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嘅 Amer Sport 亞馬芬體育，同樣喺9月22號當時華爾街股市開盤之前，股價一度係跌超過11%，而喺當日收盤嘅時候呢，每股係報35.257美元，對應總市值196億，咁啊市值係已經蒸發超過12.1億美元啦。同好多人諗嘅唔同啊！始祖鳥咧呢個品牌呢，唔算係歷史悠久。1989年，當時一個痴迷於攀岩嘅加拿大嘅後生仔叫 Dave Land， 佢製作咗一款呢攀岩嘅腰帶，因為喺安全性上邊嘅突破呢，喺圈內呢就少有名氣，於是佢就創立咗一個戶外品牌 Rock Solid， 亦即係始祖鳥嘅前身。2年之後，1991年，Dave Land 咧喺一塊始祖鳥嘅標本入邊咧攞到靈感，就將 Rock Solid 更名叫做 Arc'teryx， 即係始祖鳥。佢借人類目前所知道最早嘅鳥類生物，希望寓意品牌進取同埋呢種探險嘅精神。而正正係同一年啊，亦都係丁世忠同埋佢爸爸兄弟一手喺晉江創立安踏呢個品牌嘅時間。2002年，始祖鳥迎嚟咗佢哋第一位買家 Adidas。喺嗰個時候 Adidas 咧係睇啱戶外運動呢一嚿市場，係以14億美元收購咗 Salomon， 緊接住就收咗始祖鳥，完善咗佢哋喺戶外領域嘅佈局。或者係因為基因問題啦，又或者我哋中文語境嘅叫做八字唔夾啊。Adidas 咧係未能夠如願咁喺戶外領域取得突破，始祖鳥發展亦都陷入停滯。3年之後咧就變成咗 Adidas 嘅旗下嘅戲子。2005年咧，Adidas 決定將始祖鳥所在嘅 Salomon 呢個部門成個打包出售，佢會專注翻籃球、足球、跑步同埋呢個高爾夫領域。咁啱嗰個時候呢，芬蘭嘅亞馬芬公司啱啱退出煙草嘅業務，正在全力向戶外體育用品呢個行業轉型，於是就以4.85億歐元嘅價格呢買咗 Salomon。咁始祖鳥就因此成為咗亞馬芬品牌入邊嘅一員啦。喺早年間呢，始祖鳥呢個牌子呢喺中國市場呢就一般。一方面呢，因為喺中國滑雪、登山呢啲戶外運動呢未去到咁大規模嘅興起啦，好難話借活動啊比賽就能夠提高知名度。另一方面呢，當時呢 A 貨盛行，如果你要說服一個買家要使10倍價錢買一件睇落差唔多嘅一件衫呢，呢件事係絕對係唔容易嘅。咁後嚟始祖鳥咧喺營銷上面咧做咗少少嘅調整，咁啊利用經銷商資源啦，入駐咗一啲大城市嘅高端嘅一啲 shopping mall，而中國嘅中產階層咧慢慢亦都不斷喺嗰個時候擴大，咁就迎嚟咗佢哋嘅發展黃金期啦。不過可惜啊，啱啱見到好景，但係佢哋嘅母公司咧亞馬芬咧就迎嚟咗財務危機。嗱，再跟住落嚟嘅故事就係中國公司海外併購經典案例啦。2019年3月啊，以白武士呢個身份出現嘅安踏集團聯合咗 Lululemon 嘅創始人啊，奇普威爾遜嘅投資公司方圓資本仲有騰訊組成財團，以46億歐元咧收購咗亞馬芬體育 Amer Sport。完成收購之後，安踏持股57.95%，方圓資本持股21.4%，奇普威爾遜嘅投資公司持股20.65%，而騰訊呢透過方圓資本間接持股大概5.6%。當年呢一筆嘅交易呢，多少係有啲賭博性質嘅。亞馬芬喺當年嘅再前一年嘅淨營收只有9300萬歐元，而當時淨資產呢係賬面上面9.2億歐元。喺二級市場嚟睇，當時安踏俾出嘅收購價呢，係比亞馬芬喺原本披露日期喺納斯達克嘅赫爾辛基證券交易所嘅收市價呢，係日價咗39%嘅。而安踏帳面上面嘅錢亦都唔係好充分，截至到2018年尾啦，佢哋嘅現金同埋現金等價物都只係得92.84億。為咗解決呢個資金嘅缺口點算呢？咁喺銀行貸款，所以當年呢單交易呢，安踏亦都背負沉重嘅債務負擔㗎。當然啦，事實後尾證明安踏咧押對寶啦。喺安踏遍佈全中國嘅渠道網絡同埋直面消費者呢種模式嘅配合之下，亞馬芬體育重獲新生。2024年呢，仲要走到嚟華爾街正式上市添，總市值一度超過200億。定位戶外小眾品牌嘅始祖鳥，於是喺各界嘅商界大佬嘅大貨之下呢，受到廣大中產階層嘅追捧，號稱中國中產嘅三寶之一。2024年，亞馬芬體育營收達到51.83億美元，同比增加23%，營業利潤4.71億美元，同比增加咗56%。而始祖鳥呢，就佔咗成個集團營收大概40%，上年嘅營收更加突破咗20億美元添。咁
咁有咗 Amer Sport 嘅貢獻，安踏咧喺上年嘅總營收亦都第一次突破1000億，去到1080.86億，成為繼 Nike、Adidas 之後全球第3家咧邁入呢個1000億嘅體育用品集團啦。亞馬遜體育 Amer Sport 佢旗下擁有多個標誌性嘅運動同埋戶外品牌，其中3大核心品牌就包括咗始祖鳥 Arc'teryx、薩洛夢 Salomon， 仲有威爾勝 Wilson。始祖鳥嘅定位咧係專業嘅戶外品牌，佢哋嘅產品包括咗技術戶外嘅服裝啦、鞋啦同埋配飾，咁能夠幫助探險人士喺山地偏遠嘅荒野，仲有世界上一啲難度極高嘅攀登活動當中咧，完成呢個戶外探索。佢哋嘅產品設計非常之簡單，而相較其他嘅品牌，始祖鳥咧佢嘅營收咧大部分都係嚟自大中華區。按照2024年Amer Sport 旗下品牌嘅地理收入劃分，始祖鳥45% 嘅收入都係嚟自於大中華區，而 Salomon 同埋 Wilson 呢就分別只有11%同埋8%咧係嚟自大中華區嘅。而門店分佈咧，截至到2024年年尾咧，始祖鳥大中華區咧係運營75家嘅自有零售門店。北美咧係有65家嘅自有門店，而亞太地區撇除大中華之外，包括喺歐洲分別都只有25家門店同埋11家嘅門店。事實上咧，同其他一啲高端嘅戶外服裝品牌比較咧，始祖鳥咧如果放眼全球，佢嘅知名度相對比較低啲嘅。不過就由於安踏嘅運營操盤，令到呢個牌子由專業嘅戶外品牌搖身變成咗喺中國中產嘅社交符號。自從安踏接手以嚟，2019至到2024年啦，始祖鳥咧喺大中華區咧就新開咗57家嘅門店。雖然安踏用嘅係賦能式嘅入股控股呢種嘅策略，保留咗始祖鳥呢個牌子嘅獨立性，但係呢，講真，始祖鳥嘅身上邊呢，而家越嚟越多安踏嘅色彩噶啦。喺2024年呢，華爾街股市 IPO 嘅時候呢，始祖鳥嘅母公司Amer Sport 曾經同 ANTA 安踏簽咗一份協議，安踏呢為佢哋提供大中華區一啲中後台嘅職能共享，而至於公關團隊有冇共享呢？咁我真係唔知啦。亞馬遜體育一眾嘅董事會成員呢，而家好多都係嚟自安踏。亞馬遜現任董事會主席呢，就係安踏集團嘅揸 fit 人丁世忠。另外3位董事畢明偉而家呢係安踏體育執行董事兼財務總監，洪玲呢係安踏嘅體育首席人力資源官，董事兼首席執行官嘅鄭捷呢，之前就係做安踏集團嘅總裁兼執行董事。咁好明顯啦，安踏咧都幾難喺呢一單嘅煙花炸山嘅呢一單事件當中係完全撇甩關係嘅，而且按照我哋中國人嘅習慣咧，如果自己屋企嘅細路犯錯，作為大家長咧，無論如何你都要行出嚟咧，俾大家一個交代。Now you listening to 高潮生活 Passion for Fashion。 I must be dreaming， 來兩杯脫脂咖啡，來細聽哪裏最多趣味，來讓我帶着你找最美味，哪裏怕未會知，將高潮生活給你。高潮生活，聽覺高潮所在。Now you listening to 高潮生活 Passion for Fashion。 高潮生活，聽覺高潮所在。高潮生活數碼港。好啦，歡迎繼續翻嚟我哋嘅節目。喺 AppMagic 俾出嘅2025年8月份嘅全球嘅手機遊戲嘅下載榜單當中呢，有一款名叫做 Vita 麻雀嘅產品，排名呢係第11位。睇翻佢個標誌呢，就係一款我哋話麻雀題材嘅手機遊戲，而根據佢哋嘅數據呢，1個月嘅時間啫嘛，已經攞到超過1000萬次嘅下載啦。再睇翻仔細啲嘅數據分析呢，下載量排名頭3位嘅市場呢，分別係美國、印度同埋巴西，而下載量嘅比例最高嘅呢，係美國市場啊！你可能好好奇啊，美國人幾時都咁中意打麻雀嘅呢？根據數據顯示啦 ，Vita 麻將佢個開發者呢係北京廠商樂信盛文。根據我睇到嘅資料啦，無論係做聖經 App， 抑或係休閒遊戲，呢間北京嘅公司呢，佢係喺好自身擅長嘅用戶增長嘅層面上邊呢，一路都表現非常之好嘅。
而麻雀咧就係中國傳統嘅棋牌遊戲嚟噶嘛。喺晚清嘅時候就大概係開始喺民間流行噶啦，而喺海外咧，主要喺東亞啦、東南亞咧係深受中華文化影響，所以喺嗰啲地方咧尤其流行嘅。而喺呢啲嘅市場咧，整麻雀題材嘅遊戲就一啲都唔少。不過喺文化差異比較大嘅歐美市場咧，呢間北京公司咧都係能夠靠住麻雀題材咧持續獲得咁高嘅下載量。其實講真係有少少意外。而打開呢個 Vita 麻將啊 ，MAHJONG， 我哋問題似乎有咗一半嘅答案。Vita 麻將佢哋唔係認知當中4個玩家對戰嘅傳統麻雀嘅玩法，而係以麻雀作為主題嘅堆疊消除嘅遊戲。嗱，佢相較於傳統堆疊消除嘅設計 ，Vita 麻將佢走嘅咧係無消除區，再加兩消嘅模式。用家咧淨係需要分別點擊個牌堆上邊2個相同牌面嘅麻雀，令到佢哋相互碰撞，咁就可以消除噶啦。所以整體嚟講咧，比我哋傳統玩呢啲堆疊消除遊戲，佢會更簡單，節奏仲快。但係同堆疊消除嘅規則有少少唔同，用家咧唔單止唔能夠消除被遮蓋嘅牌，亦都唔能夠消除左右俾其他啲牌夾住嘅牌。咁即係話咧喺上下層級之外咧，用家仲需要由外而內咁去消除。所以每一步咧只有2到3對牌可以消除嘅啫。咁啊，當場上面冇牌可以消嘅時候咧，咁即係你輸啦。咁用家可以用洗牌工具咧，重新再嚟過。洗牌工具同埋提示工具咧，就可以透過睇廣告咧係可以獲得嘅。其實咧麻雀嘅題材嘅堆疊消除咧，喺美國市場亦都唔係話好新鮮嘅事物啦。喺2023年初嘅時候咧，有一款荷蘭嘅開發者所推出嘅類似嘅遊戲就叫做麻雀 Club， 最高曾經衝到去日本 iOS 嘅遊戲下載榜嘅 Top 5嘅。歐美咧亦都攞到唔錯嘅成績。而 Vita 麻雀咧，佢嘅上線時間係2023年嘅12月。嗱，我哋睇翻時間線啦，玩法上邊佢真係好大機會係參考咗呢個麻雀 Club。雖然玩法我哋同呢個麻雀 Club 係好類似，但係 Vita 麻雀咧喺細節嘅設計上邊咧係好明顯睇到中國開發者嘅一啲嘅元素嘅。咁啊，而且咧好明顯啦，佢比荷蘭人咧就更識得麻雀啦。嗱，麻雀個樣咧，一關當中4個重複嘅牌，而 Vita 麻雀引入咗好多麻雀之外嘅牌面。咁佢哋冇遵循翻現實我哋打麻雀嘅嗰種嘅設計，佢主要目標係希望降低大家去理解麻雀嘅成本，減少牌面嘅嗰種重複。我哋傳統麻雀入邊咧有索子、慢子啦，而 Vita 麻雀咧就將呢個慢子咧就省略咗，淨係保留咗數字，降低一啲咧非華裔用家嘅理解難度。而童子同埋東西南北風、紅中發財，仲有花竹呢啲嘅花牌之外呢， Vita 麻雀咧仲加入咗生肖、面譜、特殊牌啊等等中國元素嘅牌面，咁啊豐富度啊增加咗唔少噶啦。喺音效方面呢， Vita 麻雀咧亦都選擇咗更加貼近呢個麻雀嘅真實場景。喺未過關之前啊 ，Vita 麻雀咧採用嘅係冇旋律嘅 BGM， 而係用流水啦、雀仔叫去替代嘅。音效上邊咧，如果揀中牌嘅時候咧，會採用麻雀之間嘅嗰種摩擦聲音啦；消除嘅時候咧，就會用麻雀之間嘅碰撞嘅聲音。唔單止更加貼近我哋真係打麻雀嘅情景啊，而且流水、雀仔叫、摩擦、碰撞嘅聲音咧，亦都係屬於我哋白噪音啊，經常都會用到嘅元素。不過當你選中同埋消除咗呢啲牌嘅時候咧，咁佢選用嘅咧就係叮當呢個聲，係會伴隨住連擊提高呢個聲調嘅音效。咁呢個好明顯咧就係休閒遊戲嘅常規操作啦。而難度方面咧 ，Vita 麻雀咧係以10關作為一個難度嘅梯級。喺頭30關當中咧，唔單止堆疊牌嘅數量同埋複雜程度都會提升，而且前30關中咧，每10關咧會添加一個新嘅機制。而去到整數關，即係10啊、20啊，佢哋嘅難度咧就會顯著咧係高過10同埋20中間嗰啲嘅難度。新機制同埋困難嘅關卡嘅引入，能夠保持嗰種挑戰性，亦都可以俾用家有種新鮮感。而其他一啲關咧，相對比較簡單啦，亦都唔會令到大家玩下玩下咧就冇心機嘅。除此之外啊 ，Vita 麻雀咧喺獎勵啊、連勝啊同埋排行榜方面咧，亦都有啲好特別嘅設計噶。例如由第10關開始啦，牌堆當中會出現一啲特殊牌啦。用家如果喺消除咗特殊牌之後咧，就會喺呢一關完咗之後嘅挑戰當中咧進行結算，並且按照時間段內消除特殊牌嘅總數去進入到排行榜。10至到30關之內，每一關都會有一對嘅特殊牌，而去到30關之後咧，咁就會出現更加多對嘅特殊牌啦。而用家喺連勝之後咧，
就會獲得1.5倍或者2倍嘅獎勵，係鼓勵啲用家能夠持續去 keep 住玩。而除咗闖關嘅模式之外呢，喺20關之後呢，亦都會解鎖收集獎杯嘅特殊限定嘅玩法。用家嘅目標呢，就唔係淨係將啲牌呢全部燒晒，而係需要完成上邊一啲嘅目標，咁你就可以通關。咁用家如果打通關呢，咁就可以獲取獎杯啦。嗱，雖然講咗咁多啦，麻雀呢個題材呢，都係喺歐美呢係屬於好小眾嘅，但係起源就相當早啦。喺1986年嘅時候咧，曾經喺 Mac 嘅當中推出咗一個叫做上海麻雀，當時係好成功噶，一年咧銷售超過1000萬份。而到咗2006年啊 ，Windows Vista 上線嘅時候咧，同樣採用咗麻雀嘅消除玩法嘅 Titan 麻雀咧，成為咗系統預裝嘅遊戲。直至去到2012年呢 Windows 8上線之後呢，先喺預先裝置嘅遊戲當中呢就刪除咗嘅。咁由於經歷咗成個 Windows 7嘅時代，唔少歐美用家呢其實都曾經有玩過呢一款嘅遊戲嘅。雖然用家你話可以接受麻雀題材嘅遊戲，不過 Vita 麻雀呢明顯係將個玩法做得更加之輕騎好多，而且從用戶嘅評價反饋嚟睇呢，幾乎冇人投訴話佢貨不對版啊！呢個都真係非常之成功。而從呢個投放策略嚟睇啦，無論係地區抑或投放嘅廣告渠道 ，Vita 麻雀咧都比較平均嘅。而近期咧月展示估值係接近140億次，整體廣告投放力度都相當之大噶。呢個亦都係佢哋團隊咧一貫嘅做法。嗱，根據網絡上邊可以揾到嘅公開信息啦，呢間公司嘅 CEO 劉一偉咧，2008年底咧係加入咗 Google。2009年底喺 Google 收購應用移動廣告解決方案嘅 AdMob 嘅之後咧，佢成為咗 Google AdMob 嘅大中華區嘅負責人，成為中國最早接觸呢個移動廣告嘅從業人士。喺2016年之後，佢開始創業，成立咗樂訊盛文。喺遊戲領域，佢最初由呢個填色遊戲等等一啲偏邏輯去解密嘅呢種種類入手，而且喺增加層面方面呢，一路都做得非常之好嘅。我哋再睇翻近期嘅情況啦，上榜 AppMagic 嘅下載榜單嘅 Vita 麻雀，以及堆疊消除遊戲嘅 Tile Explorer， 唔單止延續咗呢間北京公司喺題材啊同埋增長方面嘅優勢，而且喺產品嘅玩法啦、沉浸嘅感覺同埋玩家嘅流傳比率方面呢，亦都做得可圈可點。講咗咁多，唔知道大家有冇興趣喺呢個 App Store 入邊去揾到佢下載去玩下呢？想重聽更多過往節目內容，或想將你喜歡嘅內容分享俾朋友，只需要喺你任何目前使用中嘅 Podcast 播客嘅應用程式搜索關注 Go 潮生活。多謝收聽，我哋下期內容再見。Step to the left, step to the right, feel the rhythm, it's a dynamite. Shout it out loud, make the whole world know. When the beat drops, we all say go chew.